所谓身份证的政策因为治安的疑虑，行政院伫2021年宣布讲暂缓实施，厂商向政府要求调解金2亿8千万，嘛引起外界批评。内政部长林佑昌今仔是强调讲，这唔是赔偿哦，是停损的金额。未来敢会继续来推动所谓身份证呢？行政院长陈建仁是表示讲，等下各组保护委员会成立了后，再过来研究。 政府推动所谓身份证，原定2020年7月上路，不过民间团体认为各自保护有纪律，提出示警。行政院伫2021年确定暂缓，厂商向政府讨赔超过10亿。今年1月调解金额估计2.8亿。不过外界质疑政府伫8月达成全面共识，就导入经费2.8亿会由全民来付。现在已经达成了一个协议呢，就希望能够在2.8亿以下。其实我觉得不是赔偿啦，其实反而是停损的一个金额，其实把它降到最低，这个2亿多的一个金额，我想已经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结果。所谓身份证暂缓，林佑昌强调有做相关准备甲配套。另外，各种问题外界也关注，敢是成立专法。当时外界希望要先有专法去进行授权，也包含就是独立的各自机关的成立等等。那这些部分我们都有在全力协助。部分民众认为，所谓身份证是趋势，政府有原应该继续推动。治安的这个问题，应该是一种它还是可以克服的问题嘛。数位是一个时代的趋势啦，主要是政府没办法解决，然后因为这样造成不便，然后我们还要再多花钱。本来是对我们好的事情，突然变成我们要多花钱，我们感受度会很差。未来敢是会继续推所谓身份证？行政院长陈建仁表示，按照宪法法定解释，需要对各自保护设立一个独立监督机制，当咧筹备各自保护委员会。未来成立了后，会甲相关部会讨论，敢是有推动新设身份证的必要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